我徛伫教会，主啊，多谢你，咱长老教会总会侪事工，因需要钱，当中传播，因需要真侪用电脑，用即个线上才会传播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来帮助，因为欠缺真侪钱。主啊，求你帮助西罗教会。咱拢有需要真侪，即摆在修理遮个物件嘛，需要钱嘛，需要兄弟姊妹的奉献，需要人侪人的关心，需要上帝听人内面，为上帝的心来造就咱家己，造就别人，造就教会，造就长老教会，造就中会，今仔日的奉献拢交互你，求你帮助大众团体部伊遮个基金。拢有够样的钱，继续来推广上帝福音，愿恳求上帝祝福西螺教会，祝福长老教会，祝福传播基金会，祝福阮拢会当见证上帝福音，上帝话名，上帝互阮搁较大丰盛的话名伫内面，一切应当归着你的名，感谢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多谢主，咱的话名。拄啊，拢有读过啊啦吼，圣经伊所述的有使徒啦，有先知啦吼，咱的使徒，咱所有的传福音的人，咱有牧师啦，有长老啦，有老师啦，为着要互咱正信徒拢诚做上帝的工，来去做上帝的身躯。咱教会嘛，毋是一个人会当做，毋是干那一个人会当做，咱拢集体，大家拢一个手、一个骹、一个镜头，拢来合一。诚做一个成长的人，真成熟的人。我手转去啊啦，这无好啊啦，这无好啊，这无好啊啦。咱拢会大搁好，咱成熟咱无做囡仔，囡仔安怎？囡仔拢无大汉，一个拢爱人抱，拢爱人饲，拢爱人安尼搭来搭去。咱逐项无像囡仔安尼飙来飙去，咱来做大人，咱来渐渐。愈来愈有仁爱，讲话嘛愈有声，愈有上帝声。咱拢靠基督伫咱的头壳顶，咱爱甲主结连，咱的身躯会愈来愈大，互仁爱超过伫咱的家己的身躯、家己的家庭。咱爱甲主结连，有得到丰盛的活命。咱是耶稣讲，我是葡萄树哦，恁是枝哦。恁若常常伫我内面，我也常常伫伊的内面，即个人就会结足侪果子，果子，一粒果子、两粒果子、三粒果子、四粒拢圣灵的果子有几粒？9粒你就结足侪粒伫你的身躯。经典甲咱讲的，恁的起厝啊，恁若讲无用智慧来起，你的人生无用智慧来起恁就徛袂牢，一个就倒去啊。咱爱有智慧的人有能力，咱能力就愈来愈大。所以这种传播基金会，就是要互咱传播上帝话名，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耶稣基督救咱。咱搁偌济，你有顶头生无？耶稣顶头生，咱有顶头生无？有。感谢主哦，我嘛有顶头生啊！我细汉的时3岁，我就信主哦。细汉的时，老爸讲，天父，你爱信上帝。我讲上帝伫对，你看有无？看无啦，咱都嘛毋知，伊咧讲即个话，咱囡仔细汉时嘛听无即个道理啦。总是渐渐咱就知影讲，哇，耶稣伫我的心内。你看咱的疫情有真迄落无？真严重无？昨6万对无？6万3。3工拢6万几吼，咱旧年拢000安尼吼，毋知咧是安怎上帝要甲咱台湾教死，咱全球要悔改祷告，咱有做诶人拢真侪问题，无做诶人上帝就甲你保守，上帝就听你，咱对上帝，咱来靠主，毋免惊，毋免惊。咱是迄落守规矩啦，口罩拢爱戴啦。咱守规矩啦，紧洗手啦，守规矩，遵守上帝教命。咱毋好讲我靠家己就好，咱毋好自私，
咱毋好真贪心啊！我要趁钱就我买礼拜我买奉献，无疼心，无公义。咱为着大众传播，今仔日来甲恁请安敬道，兄弟姊妹多谢恁咯今仔日当透过咱来去经文来学习，长大成人，长大成人，毋好亲像囡仔安尼吵来吵去，毋好像老人返老还童。老人变做囡仔，佫嘛是安尼，足侪有做的足侪艰苦的。咱毋好变囡仔，毋好变老到倒九气，拢是离甲人迄落。咱拢是上帝话命伫咱内面，咱心中有上帝话命，咱拢会当为着主来奉献，奉献你的活力，奉献你的金钱，奉献你的身躯。好来走。咱的上帝拢是，互咱会当用你的身躯，用你的话，用上帝福音来传播上帝的听。第三，你的灵命，你看到你的灵魂无？灵魂伫对，毋知。灵魂就是互你安尼会笑，有安尼真大迄个快乐，迄拢对心底出来，心内即个快乐。就是灵命，你看上帝互咱愈来愈长阔高深的爱，感谢主，咱因为有主，咱才有这个遮尼好的听。我的丈夫张志林牧师挥手一下好不好？我来给拍拍手。今仔日早遮的册来啦好父母啦。伊目睭无好，毋过伊翻译50本呢。在婚姻中成长啦你若人生面对失落时，你要安怎来面对就像我疫情遮尔艰苦啦，我拢歪甲等掉。面对失落，有的人自杀，对无？有的人就不想出去，有的人不想理人，不想说话。咱真侪失落的时。咱要安怎来面对？我有困难。阮结婚第3年啦，伊目睭就视网膜剥离啦。我迄阵伫水里教会，南投水里教会，就安尼阮的囡仔才生6个月尔，老大。我结婚第3年就安尼这个失落，这个失落身躯安尼，毋过人佫会当翻译较侪册呢。后来上帝透过宣教师来甲阮带去美国，咱宣教师真侪人会听。你看，咱对1958巴克利啦、马雅各啦，拢来台湾，对英国来。你看，咱的灵命成熟，咱的马街伫台北，咱的蓝台北伫台中，伫中华。中部甲咱去啥？中华。基督教病院，马街伫台北，马街病院。这个巴克利因拢伫南部开设。你看，这拢是长老教会100多年来，咱互咱的活命无共款呢。甲真侪人讲什么天公直说朝天宫什么宫直走啦迄个灵命你敢知？毋是咧行路啦，毋是咧做遮外口的代志安尼。灵命就是互你愈来愈有力，愈来愈做知影做啥物，当造就别人。你看，感谢遮个宣教师嘛造就阮。阮2个是台湾神学院同学啦，同班啦，我18岁就甲伊熟识啦。即摆伊77啦，我75啦，安尼。你看有上帝稳定无？有上帝祝福无？有上帝活命无？18岁安尼上帝互我12岁就去淡江啦，感谢马街啦。我去淡江读6年。12岁阮老爸就讲长隆大学我毕业，你去淡江读好无？你看我70几年前，女子无才便是。你若无读册，你就上有德行，干嘛呢？迄阵的语言是安尼啦，今仔日咱就讲你愈有读册，你愈有看圣经，愈有听道理，你愈有智慧，你愈有灵命，
你愈有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咱毋是讲我拢坏，嘿，坏。咱感谢主，互咱有即个宣教师伫长老教会开设，咱长老教会有千外间教会啦，而且咱需要遮个钱，需要大家奉献，需要互咱的灵命，会当来推广到即马150几年，咱西路教会几年啊140了。 140无？马该是150年啊。这上开设咧。我的同学陈崇光牧师有伫遮牧会过，恁捌是无？陈崇光。陈中光，敢咱2个、3个、4个啊。陈中光是甲阮拢共班的啦。即马佫有联络阮1966就共班入去啦。阮1966拢入去台神啦。对细汉10几岁，安尼慢慢12岁、14岁、16岁、18岁就去台神啦。咱的活命拢是靠这宣教师，甲咱宣扬福音，甲咱灵命愈来愈大，互咱的身躯愈来愈勇。咱知影有智慧，免来互咱身心灵都健康，身躯、心理、灵魂。后礼拜我要去鹿港社区大学去教讲，互因结婚第5年以来，才会少年的翁仔某要安怎来好好做伙，莫直直冤家，莫一个离婚好无？是毋是真侪人一个就离婚啊？因都是无上帝活命阵内面，拢骂来骂去，拍来拍去，安尼，真侪拢真可怜的家庭，所以阮就讲。 在幸福中、婚姻中成长，好不好？在婚姻中成长哦。阮结婚安尼，即马要50年啊，愈来愈成长。你看伊会会当反映较侪部，阮伫东海大学叫阮去推广幸福家庭啦。上帝互咱得到真大的福气哦。你捌去东海无？东海大学啊，阮住伫遐35年啊啦。 免费呢，你去厝爱钱无？系啊，免钱。阮拢免钱呢，拢上帝去的呢。上帝该招啊！你看，有水无？150几公顷啦吼，阮逐工拢伫遐行路，花园啊安尼，嘛是真好的上帝，互咱徛起的所在啦。阮住伫宿舍毋免钱，因为阮是牧师，伫遐拢会当得到福气。好。 咱的灵兵就是即个宣教师欧保罗教授，伊伫遐教生物系啦。因翁仔某讲，咱来学习，要安怎来，互台湾的迄个家庭搁较好，好无？你看1958伊就来啊啦，1958呢，安尼几年啊？你看伊就伫遐台湾啊，叫阮来斗做。圣经内底有10款的听的方式，头一个听是啥物？ 倾听，咱做伙来读。倾听，不要打断。唔好讲安尼听着，我要讲啊啦，安尼就是，互人感觉讲讲有自我在讲啦，我讲的你听一下就好啊啦说话不要，唔好直直骂人啦，唔好直直骂人，互人的人，唔通保留。牧师，你互我啥？ 牧师，你互我啥？毋通保留，伊讲这要互我的礼物啦，多谢啦。无保留啦，食紧食，若会看紧看啦。我毋知这啥啦，未看啦多谢你。牧师甲我讲，这是要互我的礼物啦，多谢主啦。上帝互咱的毋通保留，上帝互我活命毋通保留，我歪去。好，祈祷不要停止。不是拢祈祷。 你看我开车来，我开车去花莲，几点钟？直直开车，直直望车，主啊，你甲我伫地，主啊，你互我平安，主啊，你帮助阮伫世间的路，拢得到顺遂。边的人毋好甲我弄，好无？有当时边的人会弄人啊。主啊，你伫我心内底，你伫我车底，你伫我心内底。 祈祷不要停止。倒粪扫的时讲，上帝啊，我身躯的粪扫你甲我倒掉好无？好。毋是干那倒外口粪扫哦，你身躯有粪扫无？要排便顺畅哦。要利尿哦。
哦，咱无停止哦，拢直直排斥安尼吼，咱直直祈祷，直直甲上帝结连，甲主同心，互主的来伫咱内面拢直直涌大，哟，主愈来愈涌伫我内面。回答不要争执，毋好直直冤呐，好无？翁仔某会冤袂？囡仔会冤袂？啊，咱教会人会冤袂？哦，求主怜悯，唔好冤，好无？听，唔好冤啦吼。分享不要假装，唔好假的哦。咱甲人讲话是讲真的哦，我是见证上帝的哦，我毋是咧讲我家己的话哦，我是讲上帝的哦。吼，我是讲上帝真正安怎听我。对3月我行路，我是屏东的德产客人啦。恁遮有客人无？我是客人啊，哦，嘛派我去德东的客庄来讲客话啦。客话、国语、英语，逐项拢会当讲啦。吼，咱会当感谢上帝，咱讲的话拢是上帝互我的见证。咱享受不要抱怨。哦，阮那遐侪钱啊，阮那遐惨啊，阮那有地大，啊，佫无啥，啊，佫遮侪放啊，不要抱怨啦哈。好，信任不要动摇，原谅不要惩罚，承诺不要忘记，这是10款的听吼，这拢有圣经甲咱讲的哦。哦，咱的心爱甲上帝做伙，我相信我的活命甲无共款，一路有主来陪我，我永远吼，伊袂甲我离开啦。咱爱紧紧地伫上帝，哦，天父唔好错失丰盛的活命，哦，不要错失丰盛的生命。啊，咱爱传扬福音，咱爱相信上帝是咱的阿爸爸，伊咱做伊的宝贝。啊，遮严重的这疫情，有真侪人拢袂去打疫苗哟，会惊哟，哦，会惊拢袂拍，嘿。啊，咱拢3剂拍过啊，啊，即摆会当拍第4剂啊吼，要搁去无？啊，无爱，足麻烦的安尼，啊，足坏，真侪人坏，总是咱免担心，好，有机会就互咱去。阮东海大啊，住伫营庄的对面呐，啊，伊若讲来，你就来，随来哦，我就拍第3剂、第4剂啊啦。好，毋免烦心啦，将一切拢总会做变愈来愈好啦，会当上帝互咱得到拢多。愈来愈侪活命啊！咱就为主来活，咱互信心充满，咱就爱听上帝，咱就爱奉献家己，哦，家己拢留出上帝会听的活命来，咱甲上帝爱亲。上帝，你伫对我迄阵毋知影，我即马知影你伫我心内，天父你听我宝贝，哦，我知啊，我较主直直讲话。啊，甲人嘛爱讲话啦，吼，甲杜牧师讲话，啊，甲高牧师高长老伫对，哦，伫遐，你走到遐去，毋是遐，哦，啊，亲密沟通，我拄仔甲问讲，哦，陈总讲你捌无？哦，伊就甲我沟通，啊，佫甲我翕相啦，哦，真好，多谢你啊，我传互陈崇光牧师啦，哦，伊伫西丽时，阮也捌来甲看啦，毋是看教会去，毋知伫倒位看，因兜嘛伫迄落。啊？我毋知啦，我知影，我毋是来教会，去遐毋知倒位看啦。好，多谢上帝，嘿，咱爱遵行上帝的国，咱爱落实上帝听伫我的家庭。毋好讲我做外口，外口人讲我真好，啊，厝的人拢直直骂。你的家庭爱有听无？上帝听伫你的心内，上帝听伫你的身边，所有伫身边的人拢爱听。上帝国落实在地上的天国，所以东海大学叫阮去啦，35年啊啦，阮到当阁会当直直教。恁的家庭爱有听哦，恁的家庭哦，医治受创的童年。恁的过去若是真受伤，你看伊受伤，30岁就手术这个白内障啊。受创童年呐，视网膜剥离啦，哦，伊手术5摆呢，哦，5摆的手术，啊，有受伤无？总是感谢主啦，过当活到今仔日，吼，互你的心毋好艰苦就好，
你的心靠主就好。虽然我看无，不过我靠主来行，我拢该。我对27岁伫美国，我带伊去美国手术，宣教师带阮去。台湾无法度手术啦，迄阵就中机，无法度甲你手术，送去台，无法度手术。后来宣教师甲阮送去德州，美国德州，长老教会病院，Dallas， 免费手术，有俗无？阮带倒来免费住宿。我实在感觉地上的天国，就是伫阮兜啦，伫阮的心上啦，伫阮的活命内底啦。上帝互我愈来愈勇，愈来愈活命，袂艰苦啦，有笑容无？有老无？无啦，无。咱拢有上帝活命，丰盛的活命，快乐的活命。咱有拢真常会咱学了上帝，伫。心中爱有上帝听。古斯丁讲啥？咱做伙来读。当爱在你心中滋长时，美丽也会生长，因为爱真是灵魂的美。你的心中哪有听？多谢老师，你有听哦，你送我礼物哦。你爱在我心中增长的时候啊，你的灵魂也会美哦。灵魂会美。你的面相也会美吗？会。感谢主啦，听伫你的心中，耶稣基督的听，不是人的听，是上帝活命伫你内面。你的灵魂得到这种大灵命，上帝就将伊的光放伫你内面，上帝将伊的力上加力，灵上加灵。咱的活命，咱就基督甲上帝爱安怎合一？你要向上哦。第二，你要有内在的成熟，内在。我足艰苦，我拢袂讲话啊。你无受医治，你就艰苦甲拢袂讲话，佮甲人直直冤家，直直受气，你就没有向内灵命成熟。第三个，你要向外。多谢啦，西罗教会多谢你啊！咱走来西罗啊，多谢啦！多谢恁的奉献，多谢恁的关心，多谢恁的听，多谢你愿意为着总会来奉献。咱的活命就是爱正向，往真的路，毋是歹的路。正向时阵爱安怎？咱做伙来读。我很快乐，我很舒服，我很优秀，我很漂亮，我很好，我是胜利者，我健康有活力。感谢主这些人，我拢足好诶，足好诶，我拢足好诶，因为上帝伫我内面。负向的是咧，我失败啦，我真贪慢啦，我袂晓啦，我真懒啦，袂啦，我袂做啦。我无要听你的话，我无要听啦。我真狂妄啦，我拢爱掠来掠去先咱这种负向，讲负面的话，咱负面的话，咱负面的心，就是无耶稣基督伫你内面。你正向的心，就是上帝灵伫你内面，你的灵命就愈来愈少，你就愈来愈成上帝所造就的大人，毋是做囡仔，不要做小孩哦。咱甲上帝爱有亲，爱甲上帝亲近。毋是讲嘴讲的毋是讲我有亲近，毋过你的心若离开，就甲人甲上帝拢袂亲哦。心爱离真远，心离主要是心。我心我愿意，好，我要。若准敢若用嘴讲的拢歹做，安尼就是毋是上帝的人啊咱来互上帝成做一个真祝福的人。感谢主，你看70几岁查某人啊，辛苦无？杜拜女人只会花钱，德国女人只会，日本女人只会带孩子。台湾查某人呢？超人。伊爱做啥？工作、创业。洗衫、带囡仔、摒扫、会煮饭，搁来讲道会当讲。
好，下了厨房了哈，然后对外和谐社会，对内呢和谐家庭关系，甲人拢真好，哦，甲人真好，处理婆媳问题，厝里内底婆媳敢有会冤家袂？哦，无个冤啊啦，哦。无要紧啦，安尼，我知。我细汉时嘛看阮阿嬷、阮婆婆甲妈妈拢咧冤家啦。细汉的印象嘛是，感觉伊常常咧冤啦。我嘛是安尼。毋过我甲伊妈妈大做伙妈妈婆婆96岁才过身啦。阮两个毋捌冤过。96岁呢。伊嘛无冤我，伊嘛无骂我，我嘛无该大细声，就是点点安尼和谐相处就好了。意见不同无要紧啦，我了解你讲的，我知。好，所以一个女人在台湾的话，咱就是得到上帝大大的福气啦，大大的造就啦。所以咱假如你说女人是用水做的吗？水泥做的比较坚固。水泥做的，我看到这个哦，真好，我就甲翕相哦，大家看到。我是很坚硬的，很成长的，很有健壮的身心灵，你的身体健康，灵魂健康，灵命也健康健壮。所以呢，莫个做小孩啊，爱不要再做小孩，一直跟人家吵架，灵命成熟。人伫迄个世间爱和气哦，唔好伫脾气遐歹哦。脾气遐歹你就无好你要承载大气我就有气力的生命堵住破口，唔讲莫讲歹话啦，咱就是讲好话啦。上帝互咱唔好做这个一直挑剔他人的错，拢讲别人唔对，直讲别人唔对。拜托的啦，别人拢无共款。这电脑呢，害去，有当时有问题啦，这正常的嘛。你厝咧修理我对后壁问我恁这教会那在修理，敢会当礼拜？原来是对后门啦，无对前门啦，拢会有问题啦，拢会歹啦。毋过唔好直直共骂啦，歹就歹啦，生气不可含怒。好啦，我气一个就好啦，就好啊，唔好直直气啦，好无？唔好藏伫心内啦，好无？咱要堵住我的气只有说不要一直挑他人的错。这有一个作家，才一个查甫人30几岁以下，对，要珍惜他的好。好，上帝互咱讲爱帮助咱家己的家庭，帮助咱的厝边人。帮助咱的教会人，大家拢有听，莫直直挑剔，好无？莫直直讲歹话。牧师你真好啦，多谢你啦。你辛苦啊，你在翕相哦。录影。录影啊！我唔知啦，我是讲你咧无用啥？灵命成熟，咱长阔高深的爱。5月22号鹿港教会鹿港社区大学叫我去讲婚姻5年内新婚伴侣如何互相扶持守护。你看，叫我去教啦，有一寡翁仔某，你看今仔日翁仔某做伙来有几个？阮拢做夫妻沟通啦，夫妻要一起学习啦。恁教会若有需要，翁仔某一对5对，阮就来啊啦。牧师，恁若有5对翁仔某袂？恁翁仔某若做伙5个做伙来学啦，好无？5对以上我就来啊啦。咱一起学习好不好？怎么样？结婚这3年5年你看结婚这3年，阮大咧受苦啊。阮的老大6个月啦，我就送去阿嬷遐，我妈妈屏东得产，甲带到5岁。伊嘛毋捌爸母是啥物人啦。5年了，阮对美国转来，阿嬷，有人客来啊呢。你爸爸妈妈啦，不是人客。即摆伊47岁，伫明道大学在教册啦。明道伫恁遮附近吗？附近啊。感谢主咧，伊搁去美国读10年的博士呢。哇！我嘛叫伊去读迄个婚姻啦，伫美国的时阵，你咧读你的，伊是参理系教授啦。我讲你嘛是爱去学习一寡婚姻啦。
翁仔某伫遐结婚吼，就紧去读，吼，伊嘛去读过一摆啦。伊即马伫台中向上教会做长老，吼，做明道大学教授，让伊逐礼拜拢讲。